民間一直流傳咗一句閩南古訓：雷公不擊正神壇，紫雷專罰涉鄉人。喺幾百年嚟，山間古寺、鄉村廟宇，就算係經歷無數嘅風雨雷暴，都好少會出現話天雷打中廟宇遭到焚毀嘅情況。但係2026年嘅6月24日黃昏，福建泉州安溪一座叫做龍須殿嘅鄉廟，竟然遭到一對紫金色嘅雷電精準劈中，大火瞬間吞噬大殿，可以話係百年一遇嘅怪事。唔係火災破滅之後，坊間就紛紛傳言話呢座廟宇入邊有不潔之物，甚至導致廟入邊嘅4大天王都俾人懲罰變成面部焦黑，非常之邪。大家好，我係講古仔碌斌，呢期就帶大家深入下呢一座被紫雷重創嘅村廟，究竟藏住啲咩嘢唔見得光嘅秘密。2026年6月24日黃昏，安溪全境被厚重嘅烏雲籠罩住，天氣異常悶熱。當地嘅長者話，都成60-70歲嘅人啦，都從未見過如此怪異嘅天象。遠山隱隱約約傳嚟雷聲，持續咗足足4個鐘頭。晚黑7點50分，零星雨點開始落出嚟啦。雷聲喺群山之中向四面八方擴散，啲村民嗱嗱聲關門避雨。去到8點07分，一道粗到好似成條柱咁嘅紫金色閃電撕裂雲層，特登避開咗100米之外嘅高壓電塔，仲有金屬避雷針嘅高層住宅，仲有廟宇隔籬幾十年樹齡嘅大榕樹，咁啱得咁巧咁劈向半山腰唔起眼嘅龍須殿天王殿嘅屋脊上面。嗱，喺度簡單澄清下吓，網上有啲媒體話呢道雷劈中嘅呢係主殿龍須殿，咁啊其實唔係嘅，應該係入邊嘅天王殿先至啱。呢一場天雷俾村口士多嘅老闆全程睇到晒，佢話呢道雷光同平常見到嘅白藍色閃電係完全唔同嘅。呢道閃電啊係散發出暗沉嘅紫色光芒嘅，甚至雷擊落地下嘅時候冇普通雷暴嘅刺耳巨響，反而係厚重低沉嘅光明，震到耳膜都痛啊！喺電光撞上殿頂燕尾脊嘅一瞬間，天王殿嘅木質梁架當堂起火，紫紅火光搭配暗紫色嘅雲層，成座前殿啊好似俾熱火包圍住咁。啲村民就嗱嗱臨走去報警，消防人員10幾分鐘就嚟到現場，撲救接近1個鐘頭先徹底撲滅火勢。嗱，單純雷擊起火呢，本來應該係尋常嘅氣象意外嚟嘅，但係呢一場紫雷災禍嘅每一處細節啊，都好難用科學常理解釋。重點有幾個：第一，村內沿路嘅高壓電線桿、3層民房、山坡嘅鐵皮廠房，高度全部都係遠超龍須殿嘅，四周圍遍佈住導電嘅金屬設施，但係嗰道雷呢，就幾次轉彎，淨係鎖定天王殿嘅屋頂喎。而且雷光嘅色澤特殊，通體暗紫，邊緣仲纏繞住細碎嘅黑霧，同普通閃電啊係有好明顯區別嘅。咁第二，先後一共有6道紫雷連續劈落嚟，每一道嘅6點啱好對準殿內4大天王塑像嘅頭部。呢場大火幾乎係吞沒晒成座天王殿，但係殿頂嗰一條2米幾長嘅貼金盤龍木雕呢，完好無損。金漆同埋木身完全冇燒過或者燻黑過嘅痕跡，條盤龍同天王像啊，淨係隔咗3米嘅距離啫。烈火全程覆蓋中間嘅區域，但係始終冇辦法靠近木雕。呢個反常嘅畫面係現場照片都有完整記錄嘅。第三點，當時所有近距離圍觀嘅村民都出現咗統一反常嘅體感。咩體感啊？就係普通嘅雷擊落地嗰刻啊，會有好明顯嘅熱浪。紫雷擊中屋頂嗰一瞬間呢，殿前嘅空地驟然刮嚟刺骨嘅寒風，就算係着住雨衣嘅人呢，大家都覺得手腳發麻。同時所有人嘅耳仔邊啊，同時響起咗低沉哀怨、難分男女嘅細碎喊聲，雷聲雨聲完全冚唔住。但當啲雷電消失之後呢，怪聲又即時消失咗。嗱，除此之外，火場上面仲有好多唔合邏輯嘅痕跡，咁就係成片廟宇建築群就得天王殿焚毀，後邊嘅大雄寶殿、兩邊嘅鐘樓、
土地配電，淨係隔咗3米嘅天井，係冇牆體嚟隔住嘅。但係呢，完全冇煙熏過、火燒過嘅痕跡，就好似一道無形嘅屏障嚟隔住咗啲火勢咁。而殿入邊嗰4尊天王嘅身體盔甲法器呢，都完好無損，唯獨塊面焦黑開裂。原本呢座殿入邊嘅天王啊，係有紅綢冚住佢哋對眼嘅，而家全部燒成灰燼。空洞嘅神像雙眼正對住殿側新增嘅蒲斯文塑像。嗱，從科學角度嚟解釋嘅話，天王面部發黑呢，大概咧係紅段燃燒產生嘅高溫熏黑所致嘅。但淨係得面部發黑，其他部位完好無損嘅特殊狀況，亦都被唔少人解讀為係上天責罰神像泄職，唔係因為廟宇入邊供奉咗不祥之物，亦就係正對住神像嘅蒲斯文塑像。嗱，如果想要明白呢一場紫雷劈廟嘅深層原因，就一定要講到上面提到呢一個人蒲斯文，以及南宋末年嗰一場血流成河嘅歷史慘案啦。喺南宋末年，阿拉伯裔商人蒲壽庚執掌泉州市博司，手握全城兵權同埋海上貿易命脈。咁當元軍南下嘅時候，南宋嘅幼帝宗室百官走到嚟泉州城外。佢哋係希望蒲壽庚可以開城收留佢哋啦，但係蒲壽庚為咗換取元朝高官厚祿，關埋到城門拒絕庇護，轉頭主動歸順元朝。而嗰個親手屠戮咗3000趙氏宗室嘅人，正係佢嘅嫡長子蒲斯文。哇，講起呢個蒲斯文就犀利啦！史料記載呢個蒲斯文嘅手段非常之殘忍。佢入城搜捕所有滯留泉州嘅趙家皇族、朝臣家眷，唔理你男人女人又好，大人小朋友都好，無一幸免。喺行刑嘅時候啊，仲要受害者親眼望住自己啲血完全流晒出嚟，再斬首示眾。佢哋靠住呢一場屠殺，蒲家掌控咗泉州嘅商貿大權，富貴百年。當地啲老人話，呢條仙苑村呢，自古係良陳兩姓嘅聚居地，宋代由朱熹定名叫做仙苑，原本係冇蒲姓族人嘅。去到明初嘅時候，朝廷清算叛臣蒲壽庚一族，全族打入去戰籍，永世不得科考。蒲壽庚本人更加係俾人挖墳鞭屍，呢族人四周圍逃亡，紛紛改姓楊、黃、吳嚟躲避追責。蒲壽庚嘅長子蒲斯文嘅其中一支後裔呢，就一路走到嚟安溪深山，落腳到仙苑村嘅山腳，常年隱姓埋名，連祖先都唔敢公開祭拜嘅。去到清乾隆年間呢一支蒲氏後人揸住咗全村集資重置龍須殿嘅機會，包攬咗大半嘅收線銀兩，對外宣稱修建護景公廟，供奉4大天王嚟保佑全村。其實暗地裏係改動廟宇嘅整體格局，將呢個公共村廟改為公私兩用嘅偽裝祭壇。廟宇明面上係供奉護法天王、菩提祖師，接納全村百姓上香嘅。但係殿入邊嘅夾層嗰度偷偷地安放先祖蒲斯文嘅泥像，平時攞塊木板擋住佢，只有家族私下祭祀嘅時候先至拆開佢，借住宮廟旺盛嘅香火，抵消宗族800年嘅血腥業障。呢幾百年嚟啲村民都以為呢一座只係一座普通嘅村廟，夾層嘅事完全冇人知道。直到今次嘅天雷打穿咗廟宇，夾層被大火燒毀，塑像殘骸、祭祀碑記全部暴露喺大家眼前。嗱，講到呢度都補充說明一樣嘢先吓。雷擊事件之後當地多部門聯合通報，否認廟入邊設有蒲斯文塑像，村入邊冇蒲氏族人定居，將相關網傳嘅內容界定為不實傳言。但村內老人口述、現場碑刻資料同通報內容係存在出入嘅，所以暫時嚟講都冇統一嘅定論。事後有位本地嘅風水先生就實地勘察廟宇嘅佈局啦。佢發現當年蒲氏專門重金聘請咗異域風水師，布下咗陰盛攝陽嘅空陣，導致廟宇嘅陰陽格局徹底失衡。呢個都係民間認定招嚟咗天打雷劈嘅核心原因。大家睇下喺高處望落去天王殿連埋啲樓梯係可以拼成一個繁體嘅帝字嘅。但係民間嘅村廟大家都知噶啦，係冇可能用帝王嘅格局噶嘛，因為呢個屬於風水大忌。但蒲氏
淨係為咗一己私欲，強行霸佔成片村落嘅地氣。而廟宇嘅中庭呢，都堆起咗個葫蘆土台，布設咗葫蘆空陣。葫蘆開口嘅位置正對住後面嘅公立醫院。嗱，呢片土地早年係明清嘅亂葬崗嚟嘅。呢套陣法不斷吸納四處嘅陰煞，全部聚集到去夾層蒲斯紋嘅塑像身上，依靠陰魂嚟滋養先祖，顛倒陰陽秩序。傳言仲話呢座殿右邊嘅青石鎮骨塔下邊，成片都係蒲氏嘅祖墳。族人將宗族武葬壓喺廟宇嘅地基下邊，就係想借天王神像嘅遮掩，令到佢哋嘅陰魂獨享萬家香火。正統嘅神廟淪為司祭聚魂嘅邪廟道場。喺龍須殿雷擊當晚，好多嘅年長村民都出面作證話，過去嗰幾十年嚟，經常有陌生嘅外地人深夜一個嚟到天王殿，佢哋唔拜主神喎，淨係對住角落頭嘅塑像焚香跪拜，而且口音同本地嘅良辰村民係完全唔同嘅。而廟宇理事會呢，長期由外遷嘅異性嚟主事。修繕起廟嘅資金大多係嚟自外地嘅匿名捐款，本地村民好少會出資嘅。咁早年村入邊嘅老人好多次勸咗個主事者，直接話呢個地方呢，陰陽混雜，遲早會遭嚟天譴嘅。但係呢勸咗聲音全部都俾人壓晒落嚟。所以當地代代流傳過一句俗語：蒲家藏骨先遠播，天雷清算不擾我。呢場紫雷劈廟絕對唔係巧合咁簡單。天雷劈爛大殿呢件事呢，並唔係成件事嘅收尾。再後廟區同埋存放蒲氏塑像嘅庫房，聽講亦都係怪事頻發。譬如話事發當晚，理事會就攞3層紅布包住蒲斯紋嘅殘像，鎖入去後山專屬庫房，專人輪守。點知個守庫人晚晚俾噩夢纏身。庫房周邊嘅草木枯萎，菜地爛根，家禽受驚之後隔日暴斃。而天王殿重建上梁嘅時候呢，主梁都連續3次半空無故斷裂，存放喺殿內嘅工具一夜全部生鏽崩口，啲工匠紛紛停工唔做。仲有蒲氏後人曾經提議話想重新安放翻蒲斯紋塑像，但只要有人當眾講起呢件事呢，當晚屋企嘅電器就會全部燒毀晒，屋檐出邊會無端白事閃過電光。唔係連續幾單怪事之後，再都冇人敢提起復毀塑像嘅事。咁當然啦，上面呢3個情況呢都係傳聞嚟嘅啫，我個人就覺得可能稍為有少少誇張，大家聽下就算啦。冇啦，紫雷劈殿事件全網發酵之後，當地嘅應急、氣象、文旅部門聯合發佈官方調查通報，俾出咗一個完整嘅科學定論。佢哋將成件事定性為普通安全事故。咁其中仲集中俾出咗3點嘅闢謠。首先就係廟內無蒲斯紋塑像，紫雷擊廟視頻係 AI 合成，神像黑面只係煙塵物理現象。除咗蒲斯紋塑像呢點之外呢，其他2點我覺得係一個科學合理嘅講法嚟嘅。咁呢個網上而家有啲流傳出嚟嘅視頻呢，確實係 AI 合成，咁並唔代表話紫雷擊廟呢樣嘢呢並唔係真實存在嘅。合理並唔係代表呢件事就係咁樣，又或者話呢件事唯一嘅解釋就係咁樣。因為如果按照翻道教體系嚟講呢，亦都係一套講法係可以完全揼落去嘅。喺道教體系入邊36雷係各司其職嘅。咁除咗平時嘅行雲布雨之外，佢哋嘅核心職責之一就係毀壇伐廟。即係話，如果廟宇長期供奉不正之靈，被陰邪邪氣盤踞，或者原本鎮守嘅正神靈體一早就走咗啦，淨係得翻個空土木胎，咁雷部就會降下雷霆，拆解污穢嘅道場，清理法界邪祟。咁如果呢個廟真係因為某啲人嘅私心喺廟入邊供奉咗一啲唔配或者不潔之人，咁呢一場雷劈廟就非常合理啦。好啦，咁唔知你認為今次嘅事件係一次天罰呢，抑或是係偶然嘅一次氣象消防事故？咁點都好啦，同時提醒下大家，唔好見到係廟就入去拜，不明抵死嘅神像都千祈唔好隨便就上香供奉。雖然有啲廟可能望落去好靈咁，或者係當地人同你講到神乎其神，但你永遠唔知道一時之間嘅靈驗背後究竟有幾大嘅代價。
冇啦，本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呢，希望你可以幫手點個 like， 點個關注，呢個係對我最大嘅支持。每個星期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我係講古仔碌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